我问你个问题，万一哪天我把你爸爸打了的话，你是帮我还是帮他？你会打他吧？这很正常的关系啊！你看你们女人之间都有婆媳关系，我们这打他也很正常啊。你不能不打他吧？我是说，万一哪一天我把他打了呀？哦，我帮你。你帮我呀？你回答的太虚伪了。你这还婚都没结，你就说帮我，你想可能这么不晓的？你这明明你肯定是套着我，想诓我呢，想得到我。好，那你帮我爸爸行不行呢？如果你帮你爸爸更加不行了，你都连我结婚了，你问题还帮一个外人来打你老公的，你这是。你这问题都不正常，不好回答呀！我回答我帮你，你又说我不爱你，你说我哎，你就这态度了，我要的是答案嘛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态度。你看你这态度现在已经不耐烦了，在婚都没结你就这没得耐心了，你怎么结婚了你还有耐心吗？太难了。我打我自己行不行啊？打你自己更加不行，打你自己你不还要用我们呼吸功能才能够看病呢？这不行，你智商有问题吗？那打架你抢自己或自己打，你不自残你脑残吗？